今年国美馆展出第37届邦印年会，今年总共展出82件作品。颜色我弄成深绿色的猛虎啊，为什么用深绿色呢？绿色呢，可以有一个生机盎然的一个意象嘛，哈。发想我把那个老虎的肢体动态去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简化的图案，然后围绕在主体图案的周围。有创作美学和民俗记号意义，年会特展连续展出几年，作品有经典的传统，嘛有活泼的创意，色彩缤纷的作品，嘛让大家感受到艺术该有的效果。无论在技巧上或者特色上，都是多元的发展，所以因此色彩上整个个活泼。好年的年会特展会展到4月初5，若有兴趣的民众拢会当来遮欣赏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